唔知道大家平時係咪都同我一樣好中意食零食減下壓、放鬆下心情、chill 下呢？今日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度上水爆谷。喺呢度你可以揾到一啲意想不到又有創意、有港式風味嘅爆谷，包保你未試過嘅。佢哋位於喺中環天星碼頭上面，一入到去，哇，就見到好多特別嘅味道啊！有焦糖味、奶醬多味，咦？仲有茶餐廳系列嘅乾炒牛河味。其他特別嘅味道就要等大家自己嚟發掘下啦。有鹹有甜，一定有驚喜。除咗有新鮮炸起嘅爆谷方便你可以吹下海風，坐渡輪前後拎住嚟邊行邊食之外，仲有獨立包裝嘅款式可以揀㗎，好似極上蝦子味咁。喺屋企睇 Netflix 嗰陣仲可以拎住同嚟食，哇，簡直一流啊！佢哋嘅爆谷全部都係香港製造㗎，一定要支持啊！胡恩威推理劇場1367 2.0嘅觀眾仲有機會換到爆谷一份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進念觀眾去買佢哋嘅產品，仲可以有852折優惠啊！詳情可以睇下下面嘅內文。進念文旅地圖，香港式體驗，我係阿拼，下次繼續帶大家捐窿捐罅，記得 follow 我哋進念啦！